控制它的速度是用，就是我拉着这根盲棍，然后如果我需要它快一点，我只要往前一直推它；如果需要它减速的话，我只要把手往回带拉一拉，它就会调整速度。如果这种科技再发展，或者像 AI 一样有另外一种科技的诞生，然后会有井喷式的一种那种功能，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。中国的一共才说400多只导盲犬在服役，那也就是说我们有将近2000万的盲人，这个是不可能用导盲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机器人呢来做呢，就有点像汽车一样的，我可以用汽车的生产方式批量生产，这样呢就会很便宜。